嗨嗨，歡迎收睇野人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好，咁咧就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即係作為一個爸爸，係啦，當你攰嘅時候咧，係啊，當你需要支持嘅時候咧，可以點樣樣？係啊，即係野人爸爸點樣去減壓啦，或者係點樣去面對生活上高唔如意嘅事情。咁啊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野人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因為1蚊都唔使嘅。咁如果行有餘力，想支持野人拍多啲片嘅，可以俾錢去支持我嘅拍片工作啦。咁咧就多謝大家先啦。咁就同埋好緊要嘅，俾 like 啦，同埋分享俾更多朋友。咁咧，讓我呢條片咧有機會喺演算法之下咧，去到接觸到更多嘅人，讓最多嘅人都可以聽得到我嘅分享。好，入正題啦。好多人都會覺得野人呢種自然生活好似好完美，好似冇任何嘅煩惱。係啊，咁啊近排咧，我同啲學生去東龍島嘅時候，完咗之後一齊食晚飯。咁啊，學生都會問我：喂，野人其實你即係好似冇乜家庭問題喎，或者係好似好如意喎咁。跟住我話其實多少都有嘅，係啊。不過個問題可能會冇你哋咁常出現啦。係啊，咁其中嘅主要原因咧就係簡單嘅生活。簡單嘅生活咧，令到我哋可以即係需要少咗，係啊，或者容易知足啦呢種生活吓，常懷感恩，係啊，真係有用噶，係啊。雖然好似咧好老生常談咁樣樣，咁但係其實咧確實令我成個家庭咧都容易滿足好多好多，係啊。咁當然咧都要感恩啦，揾到一個志同道合嘅另一半啦，喺價值觀上面相近咧係好緊要噶。即係呢度又岔開少少啦，係啦，一男一女之間嘅相處啦吓，個關鍵唔係大家中意食乜嘢或者有咩興趣，個關鍵咧其實係個核心嘅價值同埋信念。咁所以好感恩就係有一個價值觀相近嘅另一半。價值觀係咩意思咧？就係譬如咧，一個係向錢看，一個係唔向錢看咁計啦吓。放假嘅時候向錢看，一個就想善用晒每一分一秒，去71打工都好，去麥當勞做嘢都好，都係要去搵錢。一個善用時間去搵錢，而另一個可能咧就係善用時間去享受人生。係啊，咁喺兩種嘅模式底下咧，自然就會引發出好多嘅拗撬。縱使大家都好中意食咖喱，大家都好中意食日式嘢，好中意食薄餅，好中意一齊打機，好中意一齊睇戲。咁但係價值觀嘅唔同咧，將會導致到咧好多嘅分歧，包括係育兒啦，包括係生活啦，日常衣食住行咧，其實都會有好多嘅拗撬。OK， 咁係啦，咁呢一集片唔係教大家去識朋友啊。不過我日前都有諗過，我其中一個嘅活動咧就係交友活動，係啊，都想咧試下幫一啲有環保諗法啦、素食啦、天然生活嘅朋友咧去識朋友。都好多人咁樣講，其實我過往嘅課程裏面咧都成功撮合咗幾對嘅情人啊。咁好，今日翻嚟先，就係講呢個即係野人面對嘅家庭嘅困難啦，或者係壓力啦，我哋會點面對？咁好，再夾嘅另一半啦，再簡單嘅生活都好啦，一樣都有問題嘅。即係我哋千祈唔好神化咗，覺得簡單生活就係萬能啊，感恩就一定點晒啊。咁其實背後我覺得有啲好多微細嘅位需要學習嘅。嗱，好簡單係啦，例如咧近排我做嘢都好攰，即係唔係翻工嘅攰啊，喺屋企做嘢好攰，係啊，咁攰到係啦，攰嘅時候點咧？攰到真係攰到想瞓覺啦，係啊，咁但係啲嘢要做啊，係啊，咁點樣咧？係啊，咁攰嘅時候咧有咩處理咧？咁當然我會期望得到家人嘅支持啦，係啊，咁但係家人都有叮叮叮叮，係啊，都有佢自己嘅事情要兼顧啦，即係仔女又未必識得
咁細個未必學得事事感恩嘅嘛。咁點樣咧？咁琴日我其中一個幾深刻嘅位咧，就係唔好理啦，咁攰。同啲仔去隔離村踢下波，踩下單車。喺當我踩單車，即係放低個工作去踩單車之後咧，我頓時就感覺到好放鬆。係啊，早晨，就係即係原來有時為個家庭付出唔一定要整好多嘅好靚嘅屋企啊，而係陪下小朋友，等小朋友有一啲童年時光啦嚇。咁呢個都係作為一個爸爸去貢獻屋企。一個屋企唔係就係裝修啊、冇蚊啊，嗰時間即係 software 啦，個內在啦，都係好緊要。係啊，咁啊，琴日我好感覺到我自己，即係令我充翻電啦，充翻能量咧，就係同個仔一齊玩。咁亦都其實呢個都係我自己以前嘅童年嚟嘅。咁我都感恩自己有一段咁嘅童年經歷啦。我踢波，細個打波，我都係一個中意運動嘅男孩子。咁而家兩個仔啊，同我一齊玩，咁我覺得係好美麗嘅。係啊，咁我心諗，如果我出咗去翻工，咁佢哋就冇乜機會咁樣去玩。早晨。係啊，咁所以係啦，咁就透過同仔玩去減壓，係我其中一個選擇。係啊，咁當然仲有玩 LEGO 啊，玩好多嘢啦。係啊，咁同一時間啦，即係有時我太太都要翻工，我哋都要工作。咁工作自然未必有成咁多時間去相處啦。係啊，咁有時咧都會有失望嘅時候嘅，都會覺得唔好做咁多啦，或者係都會覺得喂，不如我哋將個重點擺多啲喺生活啦咁。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另一半可能都會有即係佢對於工作嘅認真啦。係啊，都會令到咧擺少咗時間喺屋企。咁我諗呢個問題咧喺好多家庭咧都有發生嘅。係好震啊架車。係啦，咁都需要經啲時間去溝通啊。好複雜啊啲路況。係啦，咁我呢個時候咧會理解咧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選擇啊。即係縱然喺比較近嘅方向裏面咧，但係大家嘅步伐咧都會唔同啦。大家對於事情嘅價值觀會唔同，咁需要多啲從對方嘅角度咧去理解啊。係啊，咁又或者係理解到就理解啦，理解唔到其實就會調節下自己啦。係啊，我諗呢個都係一種修煉嚟嘅，就係或者一種學習嚟嘅，就係點樣可以讓早晨啊，點樣可以讓自己去應對一啲唔如意或者唔如自己想象嘅事情。係啊，呢啲唔係即係其實有嘅，人生不如意嘅事情十常八九，係咪？咁關鍵係我哋點樣去應對咯？係咪指責別人咧？啲仔女唔聽我話，佢又唔跟我啲想法啊咁。但係我選擇嘅就係去理解同埋學習啦。即係其實係我哋點樣去睇件事情先係個關鍵啊嘛。係啊，Hello morning。事情本身唔係個問題係我哋點樣面對件事情，或者點樣睇嗰個事情，呢個先係嗰個關鍵啊。係啊，即係我可以睇到就係太太有認真工作嘅一面啦，係嘛？仔女有尊重自己想法嘅一面啦，又係咁玩，係咪？係啊，咁係啦，即係事情總有
將唔同嘅角度，咁就學習下點樣去睇啊，同埋自己喺呢件事情上，我有冇啲角色可以改變得到咧？將個問題擺喺人哋度係簡單嘅，將個問題擺喺自己度咧係唔容易嘅。咁我自己其中一個去緩解呢啲衝突或者不協調嘅時候，我就學習緊咁樣樣咯。係啊，好，咁咧就因為講咗好多，係啊，咁啊，總之大家都知道咧，就係即係簡單生活咧都有問題存在嘅，係啊，嗰時不過少咗好多，係啊，咁同一時間問題出現嘅時候，就係我哋學習成長嘅機會啦，係啊，咁我自己最中意咧，或者近排咧呢大半年學習緊嘅就係學習緊啊，唔係我做得好好，但係提自己我點樣睇呢啲事情，或者係我自己點樣試呢啲所謂不協調啦、唔如意嘅事情啦、攰啦，係啦，去點樣睇佢成為一個學習嘅機會咧？點樣睇自己可以做得好啲啦？係啊，咁就係咁樣去應對啦。咁啊，希望今日你嘅分享咧都比較真實啦，係啊。咁同埋就係到你睇得到活生生嘅例子就係咁樣咯，係啊，好啊，咁我覺得我珍貴嘅地方都係比較真實地呈現緊我嘅生活，有好嘅一面，有艱難嘅時候，有多蚊嘅時候，有舒服嘅時候，有爽嘅時候，有好近好似去咗仙境嘅時候，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修煉學習嘅時候，咁我相信每一個人嘅生活其實都係有唔同嘅面向嘅，咁我哋自己去係命運嘅主人啦，我哋決定將我哋嘅情緒，將我哋嘅精神狀態定格喺或者 focus 喺專注喺邊一個方面啦。好，咁咧就今日去到呢度先啦，即係多謝大家聽野人嘅分享啦，係啊。咁啊，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啊，你想聽啲乜嘢啦，或者係你就做我分享嘅，有咩睇法都好歡迎大家咧去留言話俾我聽，係啊。好，咁咧就最後賣少少廣告啦，咁啊，記得當然要訂閱我嘅頻道啦，係啦，咁歡迎大家咧去即係做超級 fans 去支持啦，係啊。咁咧我計劃緊咧去開一個叫會員嘅頻道啊，咁入邊就會分享更多咧，好似剛才呢啲比較私隱比較秘密嘅資訊，就喺個會員頻道度分享。咁啊，希望可以等即係大家有興趣了解嘅，係啦，可以透過訂閱會員頻道咧，去聽多啲一啲比較深入或者係比較秘密嘅一啲資訊吓，係啦。咁啊好，咁啊去到呢度先，咁啊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。好，翻到嚟屋企啦，拜拜。